Learn about another voice and culture of Taiwan with We Love Hakka.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加入客家风情，大家来讲客家吧。Yo, what's up? It's time for Practical Hakka on FM 100 ICRT.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 Alice 彭。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 Joseph 林。好棒哦 ，Fantastic！ 先教大家怎么说呢？很不哟，很不哟，很强哦，很强哦。对，这整个月有2个说法，我们教大家怎么说好棒哈。That means fantastic。有什么事情会让你那么开心？就说好棒哦。减肥。你怎么看着我，然后好像很懂我的意思？其实那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会读心术。你知道我每一天晚上睡觉前都一定会去称一下那样子，然后先看我的那个重量多少，然后睡一觉起来之后啊，你知道隔天起床之后，那个因为流汗啊等等之类，你会轻很多然后如果我真的称上去，结果是少了2公斤，我一定会自己那边讲好棒哦，然后你就会问什么事了？对啊，对不对？我就会问你到底在高兴什么？说不定明天又回来了。不要这样子啊！你好会这个泼我冷水哦。好了，我们就来教大家这个状况怎么去演出来好了哈。When you lose some weight, you feel fantastic, don't you? So I'm going to teach you a scenario like this. 所以你要夸奖我啊！我怎样？真的，你瘦了啦！你很聪明。是我还是你？根本就是你瘦了。没有，你也瘦了啦！你本来就很瘦了啦。对啦。对，来，好棒哦！很不哟，很不哟 ，or 很强哦，对不对？然后旁边的人就会说什么事情啊？对啊 What's up？ 高兴呀，什么事情？马给事情啊！马给事情啊！那我就要很大声的说，我瘦了2公斤了。好，这个时候你就很开心，可以讲。矮超嘞2公斤，矮超嘞2公斤。对，而且要很强调2公斤。That means I lost 2 kilos. I'm so excited. I will be screaming fantastic all the time. 真的会希望有这么一天啦。我真的0.3公斤，我就会很开心了。真的哈。好了，我们来蕊这些生字好了。什么事情怎么说？马给事情啊，马给事情啊，然后瘦了 to lose weight， 超嘞，超嘞 actually literally means I'm skinny now, bu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akka language it means I lost weight， 超嘞。下次要迈向5公斤。就可以讲5公斤。5公斤，你是说5公斤吗？哇哦，这 Alice 不能随便说说而已的啦。我们要一起约每天来运动，好吗？好，这样子如果达成的话，就好棒哦，好棒哦。到底怎么说呢？很不哟，很不哟，或者是很强哦。And that does for today's Practical Hakka。什么太嘎？俺只say张来了。客家风情由客家委员会监制。 We Love Hakka has been brought to you by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